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台湾驻非洲代表处办国庆酒会受到中国攻击，台湾顶顶下下表示谴责。非洲外交部当作是外交事件处理，中国也已经得告啊。当心旅游去互员工指控讲点调补助款才发予员工，台北市旅公局也讲等咧调查。美国总统大选剩2个礼拜，非洲的民众对10月开始提早投票，投票人数也打破英国纪录。讲到军政局退役升格的小将，以及到县长、市长2位上校，这3个人去互指控讲因家机密资料泄露予中国的情报人员，检调伫今仔日也甲这3位人约谈。调查局询问了后，安算8点过后会送到北检继续调查。专案可能依照着违反国安法、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侦办。检调初步调查，县长甲市长这2位退役了后，对2013年开始透过别人牵线，熟悉中国的政治人员。这2个人伫2016年，佮招退役升格的小将做回来做。国安单位找到线索了后，进行追查，认为这3个人有涉了机密的行为，目前也当咧约谈，也进行调查。中国军机伫今仔早起9点至12点这段时间，一直飞来到咱的西南空域，空军尚无甲因公布去里8摆。另外，国内的民间单位 IORG 也公布一份资料，讲这份资料显示讲，中国一直用假消息扰乱台湾。面对着这款的局面，就美国陆任的官员表示，台湾的生存和安全是美国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关键。中共对台军事行动又搁加强，台湾西南空域公布解放军20派遣军机走入咱西南空域，空军利用广播赶离，不过强机并无停止扰台行为，为9点开始不断挖进咱的领空，互空军一直无用反制，一直到中昼11、2点，强机也是出现伫西南空域，空军隆重至少实施8届广播赶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立即活动，请不要干扰我行动。解放军甲进前放调是执行任务，也是例行训练。即届态度放软，表示是例行性活动。中国智库公布，美军19派遣海军 RC-135W 电子侦察机，也甲 EP-31 电子侦察机飞往中国东南沿海来侦察。其中 EP-31 电子侦察机离领海基线敢若50海里，引起关心。张延廷分析，美军安尼做，甲美国的航母雷根号的动向有密切关系。在上个礼拜的东沙岛的这方面的情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的联合号正在北死准备通过巴士海峡返回它的这个冲绳，还有日本这一带的海域要做利剑的军演。另外，咱空军19也展示年度重要训练天龙演习，头一届实施防空步射击竞赛，但又伫夜空中喷出真强的火光。空军搁头一遍又参赛各型战机实施飞弹精准射击。第一遍出动2台战机，连续发射2粒响尾蛇天剑1型甲魔术2型地挺飞弹，展现唔惊强军的气势。前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史瑞福表示，中国武力犯台无简单，需要真侪人力，两车作战也困难，解放军无可能趁美国大选讲台。It's really seen that the survival and safety of Taiwan is key to us being able to secure the free and open qualities of the entire Indo-Pacific. We started to use the framework that Taiwan is a modern-day Asia Folda Gap. 史瑞福强调，捏出中国一直施加压力，只是进入死路，显示北京政策失败。国内民间单位 IORG 是公布中国对台资讯前报告，证实中国对台假消息渗透不断，也有国内协力者的资讯操作。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在国内增加3例对菲律宾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2个是3个期间，检疫期间进行采检才检出阳性。另外1位是长期伫咧菲律宾食头路的台湾人，因为伫咧菲律宾访认定组有感染到肺炎，入境台湾采检也检出阳性啊。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搁加3例境外移入病例，全部拢是为菲律宾入境。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按541是菲律宾籍20多岁女性，按542是20多岁男性。2个人因为工作伫今年10月初5坐港际班机来台湾，入境了后集中检疫14天。2个人到即马无镜头，10月18检疫期满了进行采检，2个人拢是阳性确诊。其中2位
菲律宾籍的呢，都是产业移工，那他们都是在集中检疫期满的时候呢，检验阳性那没有进入社区。另外一个是按543本国籍50多岁男性，长期伫菲律宾工作，10月初5出现小可发烧、肌肉酸痛、呼吸困难这情形，捌伫当地就医，诊断是肺炎，并无带院治疗。10月18返来台湾的时阵，有主动通知镜头，伫机场采检后来确诊，而且返来台湾隔工才知影讲当地采检是阳性，目前个案有使用善素，抑搁伫加护病房治疗当中。因为他在当地其实有诊断肺炎那他到我们这边的医院其实做一些检查之后呢，也确实是有肺炎，而且也符合这个重症的定义所以目前是在我们某个医院的加护病房当中接受治疗。累计国内确诊人数已经有543例，分别是451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36例敦睦舰队，抑甲1例不明。确诊个案当中有7个人死亡，495个人解除隔离，抑佫有41个人住院隔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公费的流感疫苗，2礼拜以来就使用346万桶，占采购量一半以上，甚至有一寡医学中心已经暂停注疫苗啊。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会将有限的疫苗先予高风险族群使用，达到群体免疫效果。不过有一寡里长认为讲是煮袂到，下晡也走到疾管署去订正。要着求帮去北部到疾管署大门，抗议公费流感疫苗分配无公平。这位是新北市邦桥区文翠里的里长王英元，伊讲别个里长分配着250剂疫苗，验过文翠里有700多位65岁以上的士大人，只人分配着100剂，叫中央给伊一个交代。我变就变，讲无做就无做，免哪用的安尼？安尼就免公布啊！你公布你里长你做啥物里长？南基站社区的设站流感疫苗数量无够，就连大便也因为民众排甲路长无够住，有许多人一早起就去台北市联合病的中型医区住，就惊讲想话来无通住。刚刚我们那个8点多就来了。是怕疫苗不够会打完了。对，所以抢着大家就抢着来了嘛。受新冠肺炎影响，今年买注流感疫苗的民众变多。尤其北部一寡医学中心最近传讲疫苗已经注了无啊，譬如讲台北营总、南港长庚、国泰病院全部暂停修理。三总甲台大即间村已经有约的量，台北马街即间村有影疫苗。第一线医护人员也担心疫苗欠货会注无。以联合医院这边的话，以中西医院区而言，那我们的接种率已经快要达到90%，所以应该是相对的影响不大。因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做的人真多，伫几工前卫福部疾管署紧急宣布暂缓50到64岁民众注，引起批评。50岁到60岁的今年打的速度非常的快，让这些高风险的打的疫苗数目变少。所以为了让这样的一个群体免疫的公共政策的效果变好，所以我们才说还是让这高风险的人先打。但是中讲今年传的公费流感疫苗有603万剂，涵盖到25%。那再加上自费疫苗的115万剂，会当包括总人口的3成血，有法度达到公共卫生、群体免疫的效果。到时再看整体的注射率，再来考虑是不是甲50到64岁民众纳入公费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旅行社合作东深旅游，因为员工出面指控，讲公司甲政府申请的补助款敛一寡掉，才互员工。东深旅游却是出面来赔货。台北市劳工局表示，会调查了后，再来追究责任。那有没有跟劳工再签订那个就是减班工时的合约书啊？我们没有。应该这么说，我们都是口头。面对劳动局的人权咧问，东深旅游人资的主管却雄雄顿地，因为一个东深旅游的员工向市议员指控讲，公司甲中央申请补助款，应该全部爱付予员工。不过，公司先扣部分的款项了后，才搁拨予因，搁加上领政府的补助，公司无法度大量裁员，嘛互因无法度非自愿离职，干领失业的补助。符合劳基法吗？有好几条出问题。有哪些问题？我想可能我们要把他的这个出勤跟他的工资的相关的清册要全部调回来，然后再比对他。议员批评的声音是拢无休困，劳动局强调讲，会先了解了后追究相关的责任。因若东深旅游是发声明讲，
申请的补助款拢有汇入去员工的口座，嘛强调讲，员工若想要暂时转图，会互因协助，其他疫情结束了后，会当搁做伙合作。这个问题现在目前已经陆陆续续在发生，所以说未来我相信还会有。我觉得这个资方跟劳方，你必须要坐下来，就说是很诚意的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在疫情还没有结束以前，这个问题是必须要严肃面对的。受到疫情的影响，边境无开放，全台湾的旅行社生意是真歹。大公司的人多，即嘛无业务，业者嘛是下到食苦瓜，有苦无地讲。加上观光局的国民旅游补助，39亿差不多拢用了啊。即嘛边境持续封锁，劳资的问题，搁一届因为员工投诉，受到大家讨论，对旅行业嘛是一种损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市为福部南区老人之家，去防逼出假承揽真歹欠的行为，而且为福部是甲业务外包互机构，机构的负责人阁是进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的查某囝。工会也质疑讲，即个机构无中照服务的材料，怎会当去冒老人之家的舌头呢？卫福部南区老人之家看起来敢若是公家单位，不过南老之家自民国102年开始，和卫福部外包予民间机构。护理师讲，头家即个人愿意甲护理师签劳务承揽契约，年资未当累计，逼迫签护介师放弃上千点钟的加班时数。其中，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工时的部分。保健科的那个科长又要求我们要提早半个小时前来上班，但是前来上班的部分的话是，要我们签名，还是要照表定的时间签？那多余的那个我们半个小时是都没有计算的。最严重的就是拿个和解书要他们放弃的，就是他们在每一次工时里面被偷走的工时，这就是他们讲的累计1400小时。而且最近3年的外包单位。6医职能治疗所负责人杨雅婷是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的查某囝。工会质疑这间机构无长照的经验，那法度标着这个案。那他在10年之前说医疗业务不能外包，他会彻查到底。可是怎么10年之后呢？那这样子我们也怀疑是不是有这个官商勾结的问题。我所知道的是南部老人中心啊，是来拜托我女儿去接这个案子，她没有经营过，所以呢，我们付出去的钱是赔钱在做这个工作，然后就说我可以影响他这个标案啊。杨志良讲，伊已经离开政府10档啊，是因为前朝国民党的政务官，那法度影响即马民党的立营执政关系。不过争议唔难这件，内面的护理师也讲，之前有同事有心有安排暗班，一贯参加消防演练，要流产。南老之家否认流产是工作所造成。李伟罗向临时要求劳动部赶紧改革劳检，也希望卫福部全面检讨因管辖的社会福利机构承揽劳动契约的证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9月外销订单总金额大约有到美金500亿，也打破英国过一个月外销金额，而且已经是连续7个月拢是正成长的成绩。中经院也甲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调悬，2020全年的 GDP 是1.76%。外销订单07行，9月份外销订单金额比去年同期成长将近1成，金额差不多500亿美金，创下历年单月新高纪录。外销产品当中，以电子产品成长率上悬，挖近3成，光学器材成长将近2成，基本金属、机械、塑胶制品也有1成至2成的成长。自通信产品因为去年同期基期较悬，衰退将近1成。自通信是少数呈现减少年减的一个货品。主要是因为国际品牌智慧手机的新品延后上市，电子产品的话则是年增29.7%哦，主要是因为智慧的手机等消费性的电子新品备货，再加上远距设备需求活络以及新兴科技应用持续拓展。那9月份外销订单金额表现好，规个第3季外销订单金额合计是1410.8亿美金，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下半年出口的表现也真赞，中经院也调悬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预估第3季 GDP 是2.77%，第4季是2.55%，2020年全年 GDP 是1.76%。并乐观的预测，明年经济成长率一定会变1倍，成长为3.42%，呈现 V 型发展。
境外资金回流，蛮多台商有过厂房的需求，过住户的一个需求也有关系啦。它的发展是呈现这个 V 型来发展。中建院强调，今年顶半年内需消费呈现负成长，不过第三季关刺激下，成功有关甲带动消费。下半年民间消费转为正成长，但是合并顶半年今年也是负成长。强调今年经济成长主要原因是国内投资，其中民间投资成长2.55%，政府投资成长超过1成。另外，国外需求带动出口，也贡献差不多0.82%的成长率。因为今年景气内边原温，甲世界各国比起来，经济成长上稳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台北市永康商馆附近的中国信托东门分行，今日下晡发生抢劫案，有一个查甫人甲朋友一好势要伫银行进行人民票交易，想袂到甲40万交予对方，对方煞甲钱挂咧走，就冲出去外口。警方目前也当咧追查。一个查甫人走真紧，对门口走出来，同样有一个查甫人出现伫后壁。因为在台北市信义路一间中国信托东门分行，下晡2点外传出抢案，一个大约70岁查甫人拄对银行领40万现金，传出互人伫大厅内底改装现金的钱包改抢走。就一个在跑，一个在追，他就跑到捷运站。哦，你说那个嫌犯就跑到捷运站里面？警方初步调查，发现嫌犯甲被害查甫人约好到银行外口换人民票，不过伊甲领到现金交予对方了后，对方摕着就走。并且走向东门捷运站遐去坐捷运。被害人与民众相约在新路2段的一间银行外交易人民币为被害人将现金给付后，犯嫌并未依约定给付人民币，随即将被害人现金拿走后逃逸警方表示，这阵正扩大调看监视器继续追查，也已经锁定相关嫌犯身份。而被害人私底下甲人换人民票用途，伊是无爱讲，也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性别平等是一件真重要代志。伫高雄左营有一位姓黄的国小查某老师，去用指控讲伊用话甲学生糟蹋，佮讲一寡男女之间不三不四的话，致使一个查某学生感觉真惊吓，然后去看医生食药啊才困的落眠。家长也批评学校甲教育局根本就无伫咧处理。检察长药单放伫桌顶，学生家长提出身心科诊断证明，控诉左营区一间国小的姓黄女老师，今年6月叫违反规定的学生囡仔查某手牵手洗教室一人，甚至伫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爱双方寄塑胶鹿仔烧针，也搁伫班上言语性骚扰学生，造成小学6年的查某囝身心压力伤大，爱看身心科食药啊才会当困。半夜吓醒，完全无法入睡，直到早上。后面我们看心理医生以后。就有配那个忧郁症药和那个安眠药，他只能借助这些入睡。家长表示，查某囝定定靠讲是安怎老师控制伊的身体自主权，家己伫发育期，互人处罚爱卡查甫囡仔身躯足恐怖的。伫去年5月，这个女老师就捌情绪无稳定，扭人女学生的衫领，互其他家长投诉。伊向学校甲教育局投诉，处理确实无够积极。调查认为讲，只是双方看法无共，老师并无问题。女学生的苦，敢会当家己吞落去。学校隐匿霸凌的通报跟处理，教育局看过了也不处理。询问了班上其他的小朋友，他们班上没有手牵手或者是嘴亲嘴的这个事情，因为是媒体事件，也会把这个事情再请我们的性平会这边来再重新调查一次。学校解释，去年调查无投诉事实甲内容，结果已经听报教育局，所以今年搁接到家长投诉，会重新调查。高雄市教育局也回应，已经要求学校以性别平等教育法通报，并依照规定第3天内召开性平会讨论。若是是毋是有延误通报，教育局会调查了后依法处理，绝对袂宽容。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经济论坛预测讲，到2050年，海中的粪扫会偏鱼仔搁较济。咱台湾也进行国内头一摆海洋粪扫调查，却发现讲西海岸海底粪扫每平方公里有12万件，是世界平均的1.5倍。研究人员坐着5路渔船来到高屏区出海口，选定所在了后，把底车生物采集器投入海内底。沙来渔船用1慢的速度来拖5分钟，结果把海底的土沙甲粪扫拢甲收集起来，结果对海底游起来。研究人员先经过冲洗，了后甲物质送到实验室分析，发现塑胶粪扫上多。
整体来看，塑胶类的大概都有到80%甚至是90%之多。那最主要就是膜状的塑胶跟化学的纤维。跨国公司甲海洋生态学者合作，依照联合国技术文件规范的方法，每季在西海岸采样监测，一年来采样215摆，结果发现平均粪扫密度每平方公里121000外件，是全球平均的将近1.5倍。单位面积当量明显比日本和国际国家较悬，其中淡水湖口的海底粪扫当量更加是全球平均的90倍。这次最脏的点呢是在淡水河的外海，它流经的是台湾1/3人口居住的地方，所以可能有很多垃圾是来自于上游的这个区域。很多的底栖生物和垃圾的交互影响，我们发现垃圾已经喧宾夺主了，它也跟底栖生物竞争了它应该有的空间。这个计划合作学者彭立雄教授也指出，海底这粪扫对底层生物具有潜在风险，是不是因此影响渔业资源，等待进一步研究。跨国公司讲，若是会使及早启动相关监测，查出粪扫热点，也有锁定粪扫可能来源，才有法度查出更加对症下药方法，对源头减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美国的选情。美国大选剩2礼拜，有29张选举人票的佛州，19开始就提早投票，就算落大雨，民众也是真侪人去投。投一日就35万人去投票啊，这也拍破英国纪录。大选进入上尾的14天，几啊间的民调显示，民主党的拜登全美国的支持度是伫10以上，目前保持领先。不过，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密西根、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甲亚利桑那这6个州选情也是无稳定。其中，佛州有29张选举人票，是人数第3多的州。对川普来讲，若是无摕到佛州的票，选掉的几率就更较小啊。佛罗里达州67个郡内底有52个地区，19开始提早投票。虽然外口咧落雨，不过选民也是举雨伞伫咧排队。人口上侪的郡，选民差不多等15分钟就会当完成投票。敢若有一半个仔的所在，爱等到1点半钟。要若棕榈滩郡有一个投票所，就要等到3点钟。另外，有一个郡伫咧监票员，还有员工因为新冠病毒确诊了后，就提早甲投票所关起来。要若头一天，就有超过35万人完成投票，超过2016年大选的29万1000人。This is a lifetime election.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election because it's time to end the divisiveness, the corruption, the hate.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actual policie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I think that they've been quite harmful. 今年另外一个甲英年无共款的现象，是要被决定要投给什么人的选民人数是加真少。Supporting him because I feel that his base fundamentals is rooted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what our forefathers wanted to build for America. And I feel that the opposition is really trying to undermine our society as we have it today. 川普甲拜登定伫2日要举行上尾一场选情的辩论，会照常来举行。不过为着避免搁一届出现插话乱糟糟的情形，总统辩论委员会决定伫2个人的麦克装一个开关，候选人伫咧回答问题的时阵，头一届新录的2分钟内会开开，若即顺甲交叉辩论的阶段会搁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欧洲第2批武汉肺炎的疫情却比搁较严重，虽然死亡人数无比英国搁较济，不过一日的感染人数却是大大增加。致使欧洲真侪国家拢实行搁较严格的防疫管制。另外，伫咧美国疫情是继续伫咧增加，小接的加拿大甲墨西哥边境管制也延长到11月20日。美国甲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在3月头一波疫情期间，就互相加入地边界关起来。来防止疫情跨越国境，这样做法原定在7个月来放宽，不过由美国疫情依然真严重，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维持在5万到7万以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协调了后同意，搁再加边界封锁期限延长到至少11月21日。不过随着北半球慢慢进入秋冬的寒冷季节，因此烦恼对疫情有不利影响。We think a lot, very much linked to the colder weather as people are indoors, spending more and more time indoors, and therefore greater exposures. 大西洋对换欧洲，英国政府准备实施选择性提悬境界做法。The public health situation in Greater Manchester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We've now had 10 days of discussions in good faith with local leaders in Greater Manchester.
保守党执政的中央政府拍算甲曼彻斯特地区的防疫警戒有关到非常危险的第3级，估计受到影响民众有1000万人。而刚属英伦沙岛的爱尔兰，包含用伫厝工作人就唔准出门上班，禁止所有室内，也是伫店内底家庭聚会。欧陆疫情也非常紧张，比利时感染率讲是全球第3。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对10月初开始一路超过5000人，来到1万人。政府上新推出防疫管制，包含未来1个月每天宵禁到第2天透早5点，所有酒吧、甲餐厅一律强迫暂停营业。记者史宏报道。美国的司法部19起诉罗西亚6位军方情报员，指控因过去4档发动全球性的网络攻击，包括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南韩的冬季奥运，甚至美国在迫害本地伫今年要进行的东京奥运。Today we announce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the conspiracy of Russ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officers who stand accused of conducting the most disruptive and destructive series of computer attacks ever attributed to a single group. 起诉书内面列出这个团体自2015年到2019年之间恶意的害客行为，包括攻击乌克兰政府甲民生基础设施，造成几多万人伫咧当天无电火通照明、无暖气通使用。介入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释出恶意软体，互全世界上千上万企业的电脑无法度震动。敢若是美国就造成10亿美金的损失。另外，2015年开始，因为不满俄罗斯选手被逼讲大规模禁药挑衅，联合奥运竞赛，也个针对国际体育组织发动攻击，包括2018年南韩的平昌冬奥。英国官员也讲，这个组织对国际体坛上新的攻击是锁定2020年的东京奥运。目前比赛因为疫情延到明年。消息讲，因已经对东京奥运的主办单位、物流供应也个赞助商做网络勘查，准备要进行干扰。涉案的俄罗斯情报局伫咧过去也被指控介入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不过，这边6位被告的起诉书内面，并无指控因干预2020年的美国大选。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驻非洲代表处的人员进前伫国庆酒会顶头去互中国的外交人员攻击，这阵轰破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着调野立委拢表示谴责。外交部伫今仔日表示讲，已经完成报案的手续。根据着了解，非洲外交部甲这个案件认定做是外交事件的处理，也因为安尼，中国也已经撤销告诉啊。台湾驻非洲代表处这个月7日伫当地举办国庆酒会，撮去中国的外交人员硬走入去，发生冲突起卡动手，造成台湾的人员小可脑震动送病院，引起大家批评。行政院长苏贞昌20早起是批评中国的人员伤鸭白，咧顶罗麻。中国驻外人员耍流氓打人，非常不应该。已经正式的跟斐济的外交部以及斐济的警政署。做出完整的说明，而且提出人证、物证、事证等等。我们希望为我们的外交人员在司法上面讨回公道。外交部指出，台湾20日已经向非洲警政署报案，完成提告进程的程序。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讲，非洲相关单位一直甲台湾有保持沟通，而且甲这件代志提关到外交层级来处理。那当然，外交事件的话，就不能够只有单纯从警方的一个角度来处理，必须提高到外交部以及相关的这个单位进行斡旋。外交部下晡嘛发声明讲，台湾虽然也未提告，不过若是中国后手有任何对台湾不利的行动，或者是散布不实的信息，台湾绝对袂妥协，会追究到底。嘛讲到非洲政府有答应讲，会派人协助台湾驻外管处未来公开的活动，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再来发生。因若这件代志自头至尾拢无对外回应的总统蔡英文，下晡是由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袂当容忍这种暴力的行为。中国的战狼外交不只是失败的，而且是失序的，更违反了国际的文明跟法治，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够被容忍的。根据了解，在非洲外交部真积极协调之下，在台湾提告进程，中国已经撤告，嘛，互这件代志暂时告一段落。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咱台湾驻斐济代表处举办国庆酒会，说服中国外交人员乱场，咱的外交部也批评中国这款战狼外交的风格。虽然讲这款骗文骗武的风格无受到人的欢迎，不过就学者讲，中国自认为家己是会做大富贵，事实上是未做大闹亏，就算是受到正人的骗想，也无要改因坏爸爸的外交风格。中国驻斐济使馆的人员从日起咱代表处主办的国庆酒会，也国家南方的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咱外交部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战狼外交风格。真侪国家的媒体也做相关报道。资深外交官讲，这种只要外国政府对中国有批评言论或者是不利鼓动，就强硬反击的行为，在咧主场运用的外交训练中正罕见。不管是人民之间，或者是这个政府之间，能够更加的友好，这是这个我们作为驻外人员，就是外交人员的最重要的任务，这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嘛。正大并有教授丁树焕讲，战狼外交是中国自2017年开始发展。迄当阵，习近平伫咧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4个自信，伫民族主义大旗下，对外展现强硬态度。不过伫咧后疫情时代，战狼外交开始踢到铁板。像中国逼印度媒体遵守一中原则，袂当报道咱国国庆，却引起反效果。路边搭真侪庆祝双十国庆的海报，咱外交部长也接受印度媒体专访。Wash Taiwan Jen。结果参与记者韦德奇带团访问台湾期间，和迄当阵伫澳洲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批评是甲14亿中国人敌对。这种发言和澳洲各国谴责，德国外长也当面反击，叫伊唔通威胁澳盟的成员。我们要告诉捷克的参议长，你过线了。Und wir begegnen unseren internationalen Partnern mit Respekt und wir erwarten dasselbe genauso umgekehrt und Drohungen passen dazu nicht. 虽然真侪国家反弹，不过丁树焕认为，中国也是未改变战狼外交的风格。对习近平来就是说，内部的问题大于外部的问题。你们不喜欢我是一回事，你们还是必须要跟我打交道。丁树焕认为，因为习近平强调中国的伟大复兴，因此对外会继续展现强硬的态度，无放软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5、6月啊，银行在办理劳工纾困贷款，劳动部同意银行会使动用劳基法的霸王条款，也就是伫咧天灾事故情形之下，免受到工作时数限制，致使员工加班过头。即劳动部也总算表示讲，所有来买讨贷款的工课，拢爱事先安排，就爱照这个劳基法来行。点半年前，建议银行已经推出劳工纾困贷款，要求银行3天内核贷拨款给劳工，互银行员严重超时工作。而且当时劳动部认定 COVID-19 疫情是属有天灾事变，还是突发事件，会当免除7休1，每日工时12点钟这个限制，互银行工会到今嘛也是对霸王条款有阴影。纾困贷款3日内一定要拨款，这个确实在分行压力很大。其实第4款，我是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这个。工会是烦恼银行会将霸王条款当作是双方保险，透过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会，至少2遍发函请劳动部，卖阁予银行雇主享有豁免权。总算伫顶礼拜，劳动部回函明确表示，纾困贷款后续管理工作，仍做会当事先预测，而且无时效紧迫性，都甲天灾事变的情况有差别。也就是未来若是超期放款、催销这种业务，雇主也是爱遵守劳基法，照实给付加班费。那当然，劳动部还是要特别强调啦，这个不是说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函释，那你就事业单位是非用不可，当然不是，有需求才去使用。所以当然没有需求了就不去使用。因应疫情，那银行也是纾困振兴办法提起的这个制造业服务业者劳工，一直到明年6月，若做受到疫情影响，当时拢会当全面放零。即马劳动部针对银行业重新约定限制，但是其他行业是不是也适用呢？官员回应，若做不是因应疫情的需求，该依照正常工时规定的，都必须遵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中的捷运要走到南投去，其实事实上真久就有规划咯。伫咧民意代表也认为讲，高铁也爱走到南投，不过种种因素限制之下，行政院中部办公室却认为讲，台中的轻轨走到南投的中型新村比较妥当。台中捷运到南投到底敢有机会？南投县民是真期待。捷运应该是比较方便的，哎呀，不然交通真的南投这边交通真的很不方便。真的，我们住南投要说坐到轻轨的人真的非常的少了啊。捷运的话，如果说你去到北部什么，感觉就会说有坐到捷运。
这是为政府时代就已经规划好势，而且伫1996年的时阵，就已经立即个台中捷运的起啦。20几年过去啊，台中捷运延伸到南投，为乌日到南投市，也是去互排伫第3位。南投县副县长陈正生表示，南投县无防注重已经真久啊，伊期待高铁或者是台中捷运会当延伸到南投。如果要做轻轨的话，我们的建议要拉到南投市和竹山。捷运就是延伸我们雾峰到南投，到中心村到南投来，也纳到他们中部地区的捷运系统在规划。不过，行政院中部办公室指出，台中捷运延伸到南投，要考虑到土地也有运量。目前，甲交通部当地的讨论，台中轻铁为乌日沙铁强固出发，终点站到中心新村，也若经费、运量甲工程的积平性，拢会当更较有效率。从乌日高铁坐轻轨，然后到南投、到草屯、到中心新村，运量主要还是在观光动线，所以我们目前评估是轻轨会是对市容的影响是比较好的。行政院中部办公室指出，除了轻铁，嘛规划扩大台铁集市线的能量，以观光列车的形态，为台中新乌日站经过电中、治水、集集、民间也有水利，规个串联起来，带动南投的观光旅游。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规划2023年是跳岛旅游年，要推动国内海上邮轮路线。台东县有正好的条件，通好发展海上观光。不过，县政府却认为讲，台东县的港口伤过小，若要提供1000人以上的邮轮入港是有困难的。台东县若些公路推动几年拢无顺利，台东县议会这个临时会期特别邀请县议员坐公路渔船，为富港港驶去成功港考察。议员沿路看到东海华美丽的景致，一段路2点半钟，县议员拢表示，县府应该好好发展海洋的观光。这一路上的风景非常的漂亮，我支持。那对台东来讲，这个海岸线的这个观光的经济开发的话，会更好。交通部规划2023年是台湾的跳岛旅游年，推动国内海上跳岛的观光路线，这可能会是台东县发展哪些公路的好时机。不过，台东县各地港口较小，2年前捌有外国的邮轮伫富港外港停泊，因用小只船啊接游客上岸来观光，就显示台东发展邮轮观光设备的困境。不过，县府认为讲，若是发展500人以下游览船去各港口的观光游艇，可能较符合游客去东海海上观光的需求。跟以前的玩法会改变的话，比较有吸引力。那当然，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可能就可以来尝试探索型的这种客轮或游轮探索型的，它呢当然船比较小一点。台东县哪些公路的困境，是因为港口的地较小，希望中央会当补助经费来扩建，就会当加速发展东海华哪些公路的观光游艇。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透早6点多，中油的林园厂的机组又搁再发生故障咯。地势研究塔伫咧导火搁请乌烟。高雄市环保局表示，这是中油林园厂今年第4摆发生事故，也依照着空污法，甲罚到上悬500万。乌烟正到天顶起哩，燃烧塔顶头搁在请火。高雄市中油的林园厂搁发生代志，现场有正明显的一粒一粒的污染物。伫附近巡查的环保局人员随机稽查，压缩机跳车那将气体排到废气燃烧塔，那因燃烧不完全那产生大量的黑烟。那同仁现场呢就以违反空污法32条的规定来做这一个处罚。高雄中油林园厂4轻20透早6点，因为灭火油压力传送器异常，造成故障跳车。中油赶紧把管线内面的化学原料对燃烧塔排载，防止工业意外，也过清出真侪乌烟。今年2月、4月、7月，中油连续发生3遍代志，分别被罚30万到450万。今年第4遍出代志，环保局依照空污法罚500万。来鼓励厂商对这个老旧的设备来讨旧换新，互咱林园者袂讲安尼3-2天，也是讲1-2个月。就发生这个公安事件，工厂的那个因素也蛮多的啦，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些管理的机制在里面。当然，如果它发生了事件之后，它变成一个 case 嘛，这个部分我们会更加强的去注意它。中油常常发生意外，附近的居民真无奈，希望政府鼓励中油甲旧设备换新，防止搁发生代志。
中油也讲会加强作业的管控，不过中油排放污染物虽然污染数值经过检测无超过标准，不过发生在高雄秋冬空气品质无好的季节，和高雄的空气更加歹。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嘉义市教育处的统计，讲嘉义市各中小的运动场有86%拢是使用 PU 跑道，这款跑道的维修成本真悬，天气热又有塑胶臭味。市政府也拍算讲要开始换新，不过也有学校烦恼讲，若准铺红土，可能有营业的问题。真正专业的运动场使用这种塑胶原料做的 PU 跑道来吸收运动员骹骨的冲击，嘛会看咧互顶下来作用。嘉义市目前28间各中国小当中，只剩2间国小也是使用红土的跑道。学校认为红土的跑道较自然，对囡仔对环境拢较好。伊本身面顶的透水性铺面吼是真好的一个环境。啊，另外就是讲，咱囡仔若伫面顶运动的时阵，若无小心去绊倒，啊，伊受伤的迄个空脆会较轻，会较细空安尼，啊，较袂讲像迄个 PU 跑道的颗粒较大，啊，伊也愈着切伤的面积会较大。这种塑胶原料的 PU 跑道，天气热的时阵会有一寡奇怪气味，而且时间久啊嘛会变重，对成长的囡仔来讲颠倒无好处。嘉义市政府有要推出学校的立法，除了暗算伫学校种树啊，嘛希望未来会当豆豆来换遮的跑道。PU 跑道当时要去打造的时阵，是因为顾虑到囡仔的安全。啊，红土跑道其实你也维护啊好势以外，其实对安全的问题嘛，咪是虾米困难的代志。教育处表示，起一条 PU 跑道，上无嘛要开600万以上，而且跑道顶面的塑胶粒仔，唔但会愈用愈少，而且嘛佫影响环境，维护的费用嘛真做学校的负担。这个维修的部分，确实是真正是真大的费用。啊，当然啦，慢慢来改善变色红土。当然一寡维护的问题，咱也会当来改善来讲，我感觉做红土嘛是一种真好的考虑。不过，一个学校嘛指出，红土的跑道虽然符合环保的趋势，成本嘛比 PU 跑道更较俗，但是营业的问题对家长甲社区来讲嘛需要解决。市政府表示，每一间学校拢有无同的问题，会配合学校的环境甲社区的需求来调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恒春民谣的国宝陈达，30几年前因为车祸来过身，到伫国内的影音记录却是真少。台湾音乐馆就规划一个台湾音乐登记记录的线顶展览，头摆公开1969年民歌采集运动当中陈达的录音，也互这款来自民间的声音，搁再感动咱的心肝。这是1968年4月初5，针对民间歌手陈达进行的录音记录。当时由这位音乐家同齐发动的民歌采集运动，自1966年到1979年，针对台湾各族群的民间歌手进行采访录音，和已经消失的历史声音，谈好保存到达。2013年呢，在某一次的机缘之下呢，我从德国东岸研究院带回来一批资料。这是该院的创办人欧勒斯神父1960年代跟史维亮为首的台湾音乐家互动所留下来的档案。那其中呢，就包括56卷民歌采集运动时期的历史录音拷贝。除了头摆公开发表1969年陈达的录音档案，嘛有1991年钢琴家叶丽娜甲韦洛夫做伙伫玉山夫妻树头前弹奏的影片。台湾音乐珍贵录音线顶顶，除了吟唱诗人陈达、钢琴家叶丽娜甲韦洛夫，也阁有声乐家石木德、作曲家温良信的资料展出，要和民众做伙回顾珍贵的台湾音乐历史。很多人都常说，走过必留下痕迹，但是所谓的留下的痕迹，是不是能够可供后人参考？就是必须要加以整理、编目和收藏。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时间、耐心和专业的工作。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而且是非常的荣幸，有那么多人的工作投入，把我们的资料做成这样子，所以
跟徐老师一样，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回报，就是专省自己的专业。展览规划者黄君仁嘛讲，做好档案的保存，所落来任务就是爱思考如何展现甲推广，希望透过世界影音遗产日的机会，将库房内底的实体资料数位化，放伫网络，通好互大家欣赏这的美妙乐声。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白色恐怖受难者瓜基华伫高雄的雇主，对这个月开始要推出 VR 虚拟实境体验，透过现代科技现场演员甲民众互动，参观民众就亲像瓜基华本人，真心体验到互人家己的感受。人本地伫灶骹咧啉茶，煞雄雄出现一个生份人，甲伊掠去。柯先生吗？柯先生吗？请跟我走。对这开始，民众就那变成瓜基华本人，掠人的特务其实就是现场的演员。透过 VR 体验，会当看到迄当时互人心闷、折磨、坐架等等的现场。台湾监狱岛作为一个起点，那在阅读完之后，因为感受到里面非常非常深的孤寂感，那这个孤寂感我想要传达给观众，所以呢，我就采用了一次只有一个观众，然后特别为科技化故居量身定做的这一出戏。你去。甲瓜基华的旧厝装潢甲哪像白色恐怖迄个年代。高雄历史博物馆今年10月，搁再推出网游乌托邦 VR 体验。编写这出浸水式戏剧编剧兼导演的李玉林老师讲，迄当时伊是甲瓜基华写的回忆录看了，才开始制作这出戏的。柯老师他自己有非常非常坚决的政治的理念，这样子，那适不适用在未来我不晓得，但是关于那个时代、那个时空发生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是有必要让我们这一代或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去明白。第一遍离这白色恐怖最近呢，还好这是一个体验呀，不是真实发生的。工作人员的表现就是引导得非常好，就是有成功让我进入那个时代的感觉。短短30分钟，民众就亲像回去到瓜基华失去自由迄17天。瓜基华是文学家，嘛是教育家，煞因为政治坐家，伊出狱了后，甲因某就住伫个出版社的楼顶，一直到过身。英语文化哦，真畅销哦，伫前后50年左右，2代人在读英语啦，大家拢知影柯其华，伊是台湾一个精英嘛，精英啦，所以告诉呢伊啦，当时无咧关无得啊，他现在程度不是这样而已。瓜基华的旧厝已经成做高雄的人权景点，即马佮透过戏剧结合 VR 的体验，嘛互民众无同款的感受。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日本时代嘉义城隍庙捌有生理人假父伫庙埕起一座戏台，后来因为空间不足，庙方甲戏台拆掉。当初假父的后代也甲一寡珍贵的建材砸断去，重新起一间厝来住。这间厝今年已经定了做历史建筑啊。老厝的婴仔一支一支藏起来检查，需要换的婴仔嘛要用木工甲榫头做出来。这间厝的前身是制作日本时代起的戏台，内底有漳州甲日本文化的建筑元素。嘉义市政府特别邀请专业的甲组师傅套队修整。漳州的那个龙鱼，这个很少啦，台湾大概不到10只，这个是很少看到的。这间厝头先是一座戏台，是出租的时代寄付予嘉义城隍庙。后来庙方因为庙埕空间无够要拆掉，出租想要保留时代的神心，佮把这个戏台建材买回来，改做厝来住。中日战争啊，这个嘉义会有很大的轰炸，住在市区也是很危险啊，所以以前这边是郊区啊，所以才会怎样搬来这里住啊，搬来这里住，你一定要隔层房间才能住啊。因为当初这些建材有的是为中国运过来，而且后来起价金的时阵，佮增加日本的风格。算起来，这间厝有真特别的历史。负责修整的师傅讲，用戏台改造厝来住，这可能是台湾唯一的一间。伊重点有4个串角出来哦，是用行路兼坐伫遐欣赏咱咧搬戏时阵的特色啦。所以较别种，甲一般咱的闽南式建筑的较，毋是属于咱要大迄款式，另外一种设计的风格不一样，蛮有看头的。
师傅表示，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处理一寡婴仔歹去的问题，强化整体结构。出租的水嘛指出，等未来修正好势，嘛愿意提供出来，成做社区文化教育场所。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云林虎宝伫日本时代升做虎宝郡，到今拄好是100冬，当地也举办活动，要来庆祝虎宝100岁。为了庆祝虎尾镇自日本时代1920年正式号名做虎尾郡，到今年拄好100冬，民间发起2020虎尾起家百岁节，要邀请民众到镇来贺祝虎尾镇的百岁生日。完全靠因民间的力量来推广咱虎尾这个所在安尼。今仔有真侪咱的社区理事长嘛，有真侪里长，真侪咱的地方的时代拢来大家共同来庆祝咱这个虎尾百年在虎尾正式设郡之时，庄内有一座古经自成社，是在地上重要的信用中心，也伫经济中心。虎尾祭坛会社和行政中心、虎尾郡役所之间的这条大街路，就是老一辈虎尾人所讲的旧市街。在永早，差不多所有虎尾人的日常生活，拢伫这条街啊来发生。在早期这个地方，它从来都没有叫过虎尾。那日本在1920年的时候，他们实施行政改革，他们就根据当时各地方发展，决定将这个地方就是成立一个新的行政的这个街镇。所以当时这边叫做台南州虎尾郡虎尾庄，这是虎尾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成为真正一个独立行政单位的开始。需要把历史的脉络，我们重新去把它揭露出来。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透过这个活动去集结民间的力量，来由下而上来做虎尾的第2次地方创生。虎尾起家百岁节是由地方家己总经费规划办理，一手包办，现场安排历史相片的展览、热烈的商店小卖，加上文史工作者的导览小介，就是希望会当再现当年的虎尾街啊和生活场景，让民众更加熟悉虎尾起家过程。记者综合报道。天气若变寒，感冒就唔通拖。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2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32度，北部地区对24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30度。